大家好，我係 Wingo。首先，真係要喺度同大家講聲多謝。上集介紹 IPMS 同埋兩位港人師兄攞獎嘅片，竟然喺短短一個星期衝破咗1萬次觀看 ，channel 亦都正式過咗2000訂閱。雖然唔算係啲咩好特別嘅成績，但見到大家嘅支持，我真係好感動。相信亦都有好多係咁啱路過睇到呢條片嘅，可能從來未玩過模型，究竟有乜咁好玩呢？比起香港，英國生活都真係幾悶。日常生活以外，係咪真係需要多一門興趣呢？今日我唔係講咩深奧技術，只係想同大家分享我呢3年以嚟點樣靠呢一份興趣喺英國呢個漫長嘅冬天入邊揾到我嘅救命草。UK 再續模型雲，揾興趣解苦困。大家嚟咗英國一段時間，適應咗未？語言、嘢食可能都唔難搞，但呢度最考驗人嘅係嗰種英國式嘅悶，特別係冬天，好早就天黑，出面又凍又落雨，咁多時間留喺屋企可以有咩娛樂？除咗玩手機、睇電視、打機之外，剩翻落嚟嘅時間你係點過嘅呢？我想引進一個心理學嘅概念俾大家，叫 flow 心流，即係當你極度專注做一件事嘅時候，你會忘記時間，甚至忘記煩惱。喺英國，特別係移民初期，我哋腦入邊裝滿咗好多嘢，搵工、仔女返學、生活瑣事，仲有對香港嘅思念，我哋嘅腦袋24小時都停唔到。但當我坐喺模型台前面，攞起把剪鉗，專注喺嗰件細細嘅零件嗰陣，好神奇地，全世界突然安靜晒。嗰一刻，可能暫時無需要面對生活壓力，專注喺件零件度，呢種狀態係最好、最廉價嘅心理按摩。模型唔係玩具，佢係你喺異鄉避風雨嘅小堡壘。當你親手完成一件作品，嗰種成就感係可以幫你喺英國嘅生活入邊重新揾翻個支撐點。另外，我想同各位爸爸媽媽傾下，而家嘅小朋友好習慣即食文化，撳個掣，掃下個畫面，想要嘅娛樂即刻就有。但亦因為咁，好多小朋友開始缺乏耐性，好難長時間專注做一件事。喺英國，課外活動嘅選擇同香港比較真係唔多，而其實砌模型係一個好抵玩、好有效嘅 STEM 訓練。由睇明一張圖紙，到點樣小心翼翼剪低一件零件，再進階啲，點樣用唔同嘅工具、唔同嘅製作技巧，呢個過程係訓練緊佢哋嘅邏輯同手眼協調。最重要嘅係模型冇得急，一定要一步一步嚟。當佢哋用咗幾個鐘，甚至幾日時間，親手將一堆膠件變成一件立體嘅模型，嗰種成就感係打機俾唔到嘅。如果俾你哋揀，你想佢哋沉迷 iPad 打機，定係試下陪佢哋一齊砌合模型？呢份親子時間可能會成為佢哋喺英國成長入面一個好重要嘅回憶。最後，我想同各位師兄嘅另一半講下，好多太太可能會覺得咁大個人仲玩玩具，砌模型好嘥錢，又阻地方。但大家有冇諗過，呢門興趣其實好安全。喺英國，男人嘅興趣可以有好多種，落 pub 飲酒睇波、玩車、玩音響，每一件可能更燒錢，更令你擔心。但如果佢愛上咗砌模型，起碼佢會留喺屋企，你隨時揾到佢。佢只係喺自己個小天地入面默默咁追求佢嘅完美。其實男人都需要一個空間去釋放生活上嘅壓力。如果你支持佢呢一份興趣，佢換翻嚟嘅係一份情緒嘅穩定，同埋對家庭嘅歸屬感。甚至當佢整好一隻咁靚嘅作品擺喺屋企，其實都係一件好有品味嘅裝飾品。支持佢砌模型，其實係投資緊家庭嘅和諧呢。講咗咁多，如果你真係想試下，可以點樣開始呢？係咪要買好多架撐，好大陣仗㗎？大家睇下，呢個就係我今日嘅戰利品。啱啱去超市買完餸，順便去隔離 Hobbycraft 睇下，就俾我見到呢盒 Entry Grade 嘅高達，原本12磅，而家減價9磅就有交易，平過你食個快餐。但佢可以俾你一個下晝嘅平靜。呢類入門級模型，連剪鉗都唔使，用手就可以將零件搣落嚟，分析又靚，唔使噴油，唔使膠水。只要你肯花一個下晝，安安靜靜坐低，你就會發現原來由零變有嘅滿足感係咁簡單。唔好再諗啦，聽日去屋企附近嘅 Hobbycraft， 或者去我之前喺第6集介紹過幾間港人模型店，去鋪頭買又好，網購又好，買盒試下，可能會開啟你喺英國生活嘅新一頁。最後，再次多謝大家支持我衝破2000訂閱。上集講 IPMS 嘅反應令我好驚喜，亦都令我更加肯定將呢份快樂分享出去係啱嘅。
我唔係想每個人都變成模型大師，我只係希望喺呢個漫長嘅英國冬天，大家都可以揾到一門令自己平靜嘅興趣。如果有需要嘅，我好樂意同大家分享多啲簡單易做嘅入門技巧。記得留言話我知。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對你有啟發，或者都想推動下身邊朋友試下砌模型，記得幫手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我哋下集再見，拜拜。